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节目开始来看总统人事登记日前下晡5点半结束，台北市长郭文地伫5点半左右率雄雄出现伫中选会门口，引起外界的好奇。伊毋过郭文地是讲哦，伊是来遮找伊的爸爸妈妈。台湾民众党的张秘书嘛表发声明强调讲，郭文地并无登记参选。 准备要甲中立粉丝见面，台北市长郭文哲尽管外加天油，毋过因为昨日下晡5点半了后，郭文哲雄雄出现伫中选会，引发外界好奇，是毋是想要伫最后时阵做登记？妈妈来了，我先跟他讲一下话。讲家己敢是去中选会找爸母，对媒体问题，郭文哲外加讲，毋过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讲完选了后。 外界也是唔知影，郭文哲到底敢会家己出来选？早1个月前讲，我们还可以准备的。现在讲，我还要去找副总统，实在是现在这个时间太匆促了，这怎么考虑？强调家己离市政甲总统大选，无都拢过会到。毋过除了支持者叫伊选，甚至有人想要直接替登记。伊某陈培基嘛伫面册讲，郭文哲出门之前问伊敢有1500万，家己讲无。 落尾甲发文澄清，这敢是假的问题，否定郭文哲要参选的可能。后来我打电话，因为这个要去登记，还要收100万，然后开玩笑，他打电话给陈佩琪，哇，很多人都叫我去登记的，按你的看法。所以陈佩琪说，你要登记就去登记啊。郭文哲的下一步外界啥拢无，民进党筹备处随后嘛发声明，强调郭文哲无登记，但是为了感谢支持者的热情，去中选会甲大家见面。 啊，那11月22，是毋是甲其他政党合作？伊讲，迄是另外一个故事，互外界有真侪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无要登记人数选总统，早嘛用录好影片谈话，强调讲，伊毋是受到任何人影响，是看到政治人物拢真自私，为了家己的利益引起族群互相针对。伊希望社会会使回归理性的思考，甲正确全面的讨论。伊讲哦，伊家己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想参与总统选举，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也不是为了政党 或派系的利益，我的参选初衷是希望能够利用我累积40年的经验与人脉，还有一颗热忱的心，为中华民国拼经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咧退出国民党了后，就要去互解脱，会在咧中秋节过宣布参选。不过，伊煞在咧登记人数截止进前宣布无要登记，大家是拢惊一条。伊强调这是伊三思了后所做的决定，无去互任何人影响，也搁讲无愿意参与政治闹剧。恶质的选举风气民粹盛行，因为个人私利与派系利益、阶级斗争撕裂台湾。我不愿参与政治闹剧。 对着郭台铭无要参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尊重。伊也透露17已经甲郭台铭见过面，伊讲伊家己后一步由提供病来决定。不过伊是毋是会甲有政党提名参选门票的亲民党合作，大家拢伫咧看。对他的一个没有登记呢，我们是给予充分的尊重。事事如棋，变化莫测，我还是一切随着因缘走。 政治不是分赃啊，哈，亲民党也不会出卖我们的门票，我们只会跟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一起为台湾匡扶正义。亲民党强调，这阵因的态度也是保持开放，会做好独立参选，或者是甲其他盟友斗阵合作的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因党内也搁伫咧准备的阶段，所以未着急。记者综合报道。 稍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自由时报是指出，农业署今年头版实施高丽菜种植的预警，最近嘛发出头一份的紫色警报，因为目前全国种高丽菜的数量伫8月底已经有713万丛，超近2成。伫11月份收成的时阵，恐惊继续会崩盘。 再来看《中国时报》，为了要让外交部甲咱伫外国的办事处人力的资源会使充分来利用，外交部定出协助伫学习市场出访和活动作业要点，面对会使协助佮袂使协助的事项，只要甲政治做事相关的活动，就袂使安排。候选人出访嘛袂主动来提供协助。
再来看联合报，南山人寿开张百亿新系统境界，在去年9月份上线了，问题是真多，有超过15万笔的保单受到影响。今天会长是开出历史上上侪钱的罚单，要罚3000万，嘛要求董事长杜英总爱停职2年。再来看香港地铁东铁线的红磡站，伫昨早起车冲出去铁轨路，车厢也断成2截，有8个人受伤。因为现场的铁轨路有一条必顺哦，这条必顺是伫事故发生之前，也是发生了发生的，相关的单位等来调查。乘客伫车厢内底真惊吓，还佫听到有人咧哭。围观的所在看，画面佫较惊人。列车车厢断作2截。17号早起8点外，香港东铁线红磡站有列车排练，车门还佫被弄甲飞去，8人受伤，其中5人送医。乘客想起当时情形，依然心惊惊。车来回震荡，把人都摔倒在地了，还有冒烟的，好像还有爆炸声，好像是断裂的什麼很大的一個聲音。我看到車斷裂了。咁喺呢一個事故嘅當中呢，我哋係證實咗有8名嘅傷者，佢哋嘅傷勢係包括頸部啦、肩部啦或者身體不適，同埋手部嘅輕微擦傷。消防人員疏散差不多400名乘客，还佫传出因为物件被拼至铁轨路底事故发生，甲持违者拼物件有关系。运输甲房屋局局长陈邦强强调，是严重事故会全力追查，任何可能性拢无排除。唔會排除任何嘅可能性。咁啊，機電工程署同埋相關嘅政府部門咧，都會係全面去搜證、去調查。喺呢個階段咧，我唔會就個別嘅揣測咧係作出評論嘅。入邊咧係有一個鋼軌係有一個斷裂嘅情況，咁呢啲咁嘅資料咧，我哋都要全部咧都要咧係將佢咧係記錄低。我哋係會成立呢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因為現場發現鐵軌路有一條必順，港鐵承認17號透早這路段有申請換鐵軌路工程，不過甲出現必順的鐵軌路位置有一段距離。機電工程署是講，也未當確認必順是事故進程就有，或者是事故了後才出現，會深入調查，按算需要3到6個月時間來調查清楚。記者綜合報道。台灣甲所羅門群島長高教育部統計，107學年度為所羅門來台灣讀冊學生有125個，其中超過1半有摕台灣的獎學金。這學生的獎學金敢會使繼續領？外交部會過來討論。知影台灣甲所羅門群島長高心情是真艱苦。26歲的考生拄鎖國來台灣讀冊7檔，今年大拄成大畢業，當得準備考研究所，結果即馬兩國長高，未來除了家己愛自費以外，若是想要留佇台灣讀冊，可能無法度佫領到台灣的獎學金。我們那個所羅門群島的學生在台灣，我們真的想也喜歡台灣。之後就會回所羅門嗎？還是？還沒決定，現在對。然後自己對穿到中國大陸這邊自己不行，對，不要去中國。有影響的學生佫毋若佇考生，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07學年所國佇台灣讀冊學生人數有125個人，其中有64個學生都有領台灣的獎學金。老師、導師跟學校的行政人員都是安撫學生為原則，因為有些變故不是他能自己控制的。兵團大學指出，校內底有3個領台灣獎學金的所國學生，除了一個申請大入學以外，其他2個人攏已經讀到第3甲碩士2年，敢是會當摕到學位，敢若差一點點啊。學校尊重學生的意願，而且隨時提供到3工。台灣的獎學金分別提供邦交國甲非邦交國的學生補助。用外交部的台灣獎學金來看，逐個月超補助25000塊到3萬塊。本學年64個所國學生，等於講一個月開160萬到192萬的經費。台所關係發生變化之後呢，我們提供給所羅門學生的獎學金呢，將到本學期結束為止。自願繼續留在台灣，教育部會洽請所就讀的大學校院，給予必要的輔導以及協助。隔離邦交真濟檔，即馬兩國以長高來收買，毋若影響政治外交的層面，還有學生讀冊權利，同款嘛是受到影響。記者綜合報道。
观众、各位朋友，这几天起早起床哦，应该拢有感觉到天气较凉冷咯。因为这两天台湾东方给亚带带来的东北风，和为伫因方面的北部、东部地区早暗的天气拢较凉。来看上新的温度，气象局是表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哦，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会有第一阵阵雨，中南部有缘嘛是热冷的天气。过到了，会到局部第一阵的雷公雨。也毋过，这种凉冷的天气，并毋是受到典型秋冬大陆高压带的影响，以及到后礼拜哦，高压带发展了差不多，太平洋高压又搁有机会会使接近咯。到时阵温度会搁回升，天气搁变暖咯。另外，台湾的东南方海面有一个高压带，离咱台湾是非常的近，无排除上紧伫明仔也是后日就会发展成第17号风台塔巴，所以有可能会对拜六礼拜的天气造成影响。也毋过，阁有真侪变数，所以爱个继续观察。再来看，大韩民国嘛传出头例非洲猪仔病毒已经先开始4000多只猪。咱的农委会防检署嘛宣布，为昨下晡1点开始哦，机场为韩国飞来台湾的乘客手提行李哦，拢必须爱检查。若是发现有猪肉的制品哦，会使重罚20万。感染到非洲猪仔病毒的饲猪店外口有封锁线，经过车嘛要由防疫人员彻底消毒。南韩农林特产食品部17早起举行记者会，证实经济到坡州市一个饲猪场出现南韩头一个非洲猪仔的案例。防疫单位准备要扑杀3个猪场，总共4000只猪仔。2019년 9월 17일 06시 30분 국내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발생이 공식 확인되었습니다. 농림축산식품부는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양성 확진 판정 즉시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위기 경보 단계를 최고 수준인 심각 단계로 격상하였습니다. 南韩饲猪场礼拜一出现猪仔死亡，隔两天倒随确诊是感染到非洲猪仔。防检局表示，5月30北韩通报感染非洲猪仔了后，评估南韩发生疫情的机会大大增加，所以南韩飞来台湾的班机行李和手挂行李都已经100%检查。对17下晡1点开始，若是违规对南韩炸猪肉制品来台湾，会重罚20万。南韩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像是肉厂的这些食品，从今年5月开始，针对手提性检查部分，就是也有查获，就是从南韩带猪肉制品来，已经有这些违规案件，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国人去南韩旅游，千万不要违规携带猪肉产品进来。南韩非洲猪仔的病毒到底是安怎入来的？官方佫伫咧进一步厘清。韩联社嘛报道，官方宣布对早起6点开始，全国的饲猪仔场、杀猪仔场和饲料工厂，伫48点钟内拢暂停交易甲运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公路台北线131公里自温路段，9月15因为崩山道路中断，公路总局抢修了昨下晡5点哦开放通车。也毋过伫1点钟后，因为日头落山，光线是真歹，伫暗时的6点哦又搁先封闭暂停通车。公路总局表示，经过2天的封路抢修，昨开放通车1点钟哦，今仔日时会搁配合抢修复建的工程，为早起8点到暗时6点，每2点钟哦，计使开放通车10分钟。暗时6点哦，会搁封闭台北线111公里到153公里的路段，目前嘛在做一寡工程，工程预计要90天哦。伫过程中哦，若是有崩山，就会随时来暂停通车。再来看台北捷运哦，提供电子票证8折优待，也毋过目前有可能要取消咯。台北捷运是表示哦，目前营运的成本是有增加，针对坐1抓甲坐100抓，拢是拍8折优待，目前是在检讨。另外，月票的方案嘛要重新来规划，爱算年底之前会来公布。用悠游卡来坐捷运，会当享受8折优待，已经变做真侪民众真事上的代志。啊，毋过可能会来取消，真侪通勤的人无法度接受。学生就是常搭这个需要优待，所以才会比较想要搭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
可能就会找其他方法吧。过去台湾一直传出台北捷运因为运输本业了钱，业务经营的利润搁真有限，才会取消计划用电子票证8折的优待。啊，不过台北捷运回应讲8折优待是街头式的评定，需要搁评估，详细办法预计在年底进行公布。商业极大化总是有到顶的时候，而我们现在的营运成本也不断在增加，所以台北捷运公司呢，目前在未雨绸缪，我们在针对每个月搭1次跟搭100次都享受同样8折的齐头式的这种优惠的方式呢，我们在研议检讨。来试算看卖8折优待取消了后，计效的变化有偌大？发现影响较大的，就是住伫市中心较远的民众，用住伫淡水来举例。若是逐工上班地点伫南港软体园区，还是内湖，一个月20天的上班日来计算，逐个月交通支出会增加520块。使用电子票证8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你把它取消8折，他会认为是涨价，对民众的感受可能对我们要发展大众运输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我建议捷运公司一定要非常审慎的评估。根据捷运公司的统计，电子票证8折优待，还有转型优待措施，对旅客提供实质的回馈已经达到595亿。若是取消8折优待，台北捷运一年可能会加出超26亿的资金。另外，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颜邦杰表示，现主席1280块月票方案嘛会做回检讨，目前正在试算评估，预计今年底进行完成，而且报请政府核定。记者综合报道。伫无偌久之前，有铁路警察因为查票，结果受到攻击，造成死亡。昨昏伫云林往嘉义的自强号，毛民众拒绝补票，用安全帽攻击列车长，好佳在车一停伫嘉义站哦，铁路警察就随来处理，才无发生意外。这查甫先去抢走列车长的物件，佮摔伫涂骹，声音大到袂少人回头看。两人好亲像补票纠纷去冤家，列车长也一度被攻击。看到列车长拿手机起来要录他，所以很生气的把列车长的手机就是抢过来，然后摔到地上。然后那些无线电也是被他摔的，就是拿安全帽打他。这个自强号为云林开往嘉义冲突是发生伫去嘉义道中，不过今年7月才有嘉义铁路警察李成汉因为处理补票纠纷损失，所以警方接到通报，马上派人伫外台带兵。最后这10人配合警方落车时，一度好亲像身体无舒适昏倒，不过拒绝送病院，家己离开。我们上车的时候是看见列车长跟那个乘客2个人在走道上对峙，旅客的情绪是好像显得非常的激动。该民众有持安全帽，情绪是比较激动一点，那我们就以劝导方式请其下车。警方表示，这查甫乘客涉嫌攻击列车长的以伤害罪犯罪，只是李成汉事件发生后，蔡总统承诺会改善补人补钱，不过有人私下透露，中央预定增补铁路局的260名警力也无到位。目前有关由志愿的补警配合铁道警察，先符合相警执勤的任务。以现阶段全台铁路警察650多名来看，无靠志愿无法度符合除非人力增补到1000人。地震的需求虽然提报，却拢无回应，是不是真实连补助连基层拢无把握？记者综合报道。新版的警察制服伫4月份换新，最近有基层的警察透过立委反映讲，新的制服穿起来是正气，嘛拢袂输汗，嘛讲因为涉水合侵，暗时当地恐惊有安全的问题。警政署嘛回应表示会针对新的制服来检讨改善。穿新版制服警察认真执勤，这套经过全国警察票选出来战斗型制服，为4月全面换新以来，却被基层警察一直反映，新的制服透气度较低，穿起来较流汗，因为设置伤过暗，伫暗时必须加穿反光架或者是带着反光条，若无较会有执勤安全的顾虑。但是制服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说我是每天要换洗，不然的话都会有汗渍会在后面会产生。颜色的确是比较深，所以在深夜执勤的时候都需要加穿反光背心，以提升我们的安全。基层员警也向立委陈情，希望警政署应改善问题，保障员警安全。对此，警政署强调，5月间有针对新制服有缺点调查，已经找出透气度更加悬的材质，作为明年新的制服。我们现在另外再找材料，就包括长袖跟短袖的上衣，我们已经找了7种的布料，
它的透气度是30度，那30的意思就是比20会更透气。那这些我们在今年把它定案。警政署强调，新制服虽然内膜内有也控制外线适合外勤使用，不过透气度较无够，一定会改善。而设计伤过暗的问题，已经请专家设计，未来会伫镜架头或者是卡夹片加上反光条，保障警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吕秀莲决定要接受希拉里名的推荐，参选2020的总统。昨日记者会嘛公布副手的人选，前南投县长潘必显2020空间分裂有立委就向吕秀莲来发声，希望伊会使上好清楚，唔通为着个人来甲这窟水拉甲落去。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惊喜，是几个月的挣扎。前一天临时决定接受希罗多人民的推荐，前副总统吕秀莲决定要做独立参选人，投入2020总统大选，并且宣布副手的人选是前南投县长潘必显，要拍开台湾历史4点空。呼吁全国同胞，我们大家可以做独立自主的民主人，我们要超越蓝绿，共同谋求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与人民安心。吕秀莲参选伫咧伫赢队部投下震撼弹，嘛造成分裂的局面。和希罗多关系真好的陈志忠嘛伫面册呼吁吕秀莲爱三思，赶紧回头。伫赢无分裂的本钱，几头位立委嘛呼吁爱团结。我们真的要呼吁李副总统哈，抗中保台是我们一致的观念哈。那李副总统不要为了个人的声量哈，然后来搅乱这个战局。民主政治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状况，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一部分。其实副总统离开民进党也有一段时间了。面对吕秀莲参选，民进党主席窦英台半暝仔嘛伫面册表示，伫咧有聊甲意外当中面对震撼。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是表示尊重。另外，新党总统参选人杨世光再去和副手的搭档陈丽玲做伙去中山会登记参与联署，画出一国两制是上好的选择。出头内要全力冲破联署28万份的议程。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1月10日，特别选总统甲立委，内政部移民署伫昨嘛专工为新移民安排一张演练的投票，有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带着伊的台湾身份证来投票，伊是讲人民会使直接来选总统，感觉是真正袂歹。这个穿传统越南衫过来台湾已经9年的陈菊水，伊手提这张身份证，会使讲是丢除真侪年了才摕到的。台湾是单一国籍的原则，想要规划变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必须要放弃越南的国籍。伊真正是考虑几落当才做决定。明年1月份开始，伊第一届会当投票，会当来选出立委，还有总统的选票。在台湾投票的话，就可以直接投给总统，但是在越南就是人民就投票选出大概将近500位国会代表，选出我们最高就是主席跟总理。唔免放弃美国国籍的移民生是符合高级人才认定的标准，顺利规划，明年嘛会变做第一届投票的人。伊答应内政部移民署的邀请来参加模拟投票的体验。伊讲过程无差真济，除了台湾，敢若会当伫户籍地来投票以外，可以改投票的地方，或者如果不会在家，就可以申请用寄的方式。台湾的新住民超有55万人，初步估计有投票资格差不多有26万人。这届宣导投票的流程还有规定，就是希望新住民会当顺利来投票，唔通出现违规的行为，像讲是炸手机啊，还是讲挡手印，甚至是甲选票立掉这挂代志，造成选票无效，而且佫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联合国安理会9月10日召开紧急会议，这个大赛针对沙烏地阿拉伯2个大型的石油设施防攻击表示谴责。沙烏地嘛提出證據講，這是伊朗做的。雖然美國總統川普之前有請講，針對幕後的歐洲，因會做好戰爭的準備。也毋過第10日，川普又閣強調講，雖然有證據，也毋過伊毋是小拍雞啊。沙烏地阿拉伯10日針對石油業2大核心設施，和也門反恐軍攻擊表示，初步調查顯示，攻擊武器來自伊朗。ونحن نعمل على الانتهاء من هذه التحقيقات وسيتم الإعلان عن كافة النتائج
كافة الدلائل والمؤشرات الأولية لم يكن الهجوم الإرهابي 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يمنية كما تبن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مجرد أداة。韩国当局16嘛继续上阵伊朗，就是攻击沙国连优势死幕后的乌手。Mr. President, have you seen evidence, proof that Iran was behind the attack? Well, it's looking that way. We're having some very strong studies done, but it's certainly looking that way. At this want war, I don't want war with anybody. I'm somebody that would like not to have war. 沙国有电互人攻击，联合国16嘛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新任代表克拉夫特伫咧会中强调，虽然攻击嘅幕后乌手，阁需要厘清，但是要求国际社会爱做伙谴责攻击连优设施嘅行为。中国代表嘛拢表达类似嘅立场，谴责针对沙特石油炼厂的袭击事件，反对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Выступаем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х усилий Мартина Гриффитса по выведению участников конфликт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除了呼吁各方面防范类似的攻击再再度发生，嘛对这款的攻击事件有可能造成中东地区经济升悬，表达严重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最近表示讲，因为印度总理莫迪在过去这几年在印度起变数提升卫生的知识，所以基金会要颁奖给伊。也毋过最近印度国内嘛发生打压克什米尔人权的案件，已经有10万外人联署要求基金会应该要停止颁奖。随着印度总理莫迪过去几天来，直在国内起变数宣传卫生的知识，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甲夫人联名成立基金会，宣布要在这个月为莫迪颁发全球专门奖奖。所引来真侪民众抗议，在16号带着超过10万人的反对联署文件，到美国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要求停止对印度总理莫迪的颁奖。This award, if delivered, i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Gates Foundation. The ethnic violence, oppression of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roughout India and Kashmir, especially under Modi. 盖茨基金会认为，莫迪在过去几天为着改善印度的卫生设施有真侪作为甲进展，这是印度实施联合国会当继续发展目标的努力成果。也毋过，在这之前，印度有超过5亿人是无安全的卫生设施，所以肯定了莫迪的政策。也毋过，同时阵，因为印度国内的阿萨姆、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煞陆续传出互剥夺选举权，搁互政府拘留赶出国家，所以引发着来自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的民众联名签署反对颁奖的文件。Genocide Watch has issued a genocide warning for the Indian-held Kashmir and the Indian state of Assam. In Kashmir, more than 800,000 Indian armed forces have kept 8 million Kashmiris detained in their own homes without phones or internet service for the last month. 外国媒体报道，人权律师、活动家甲慈善家对盖茨基金会决定发出了严正抗议，要求在正式颁奖之前取消对莫迪的奖，认为若是真正颁奖，会代表国际社会抹擦印度政府侵犯克什米尔人权，继续保持点点。记者陈世彤报道。来看泰国有一个真出名的观光景点虎庙，第3年前传出庙寺的和尚非法走私热带虎，庙内140多只虎嘛送到外面的动物机关。也毋过最近嘛传出讲，这3年尔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虎拢死了。对空迄位仍看到不遐大的虎雕像，这是伫泰国曼谷西边，不是真有名的观光景点虎庙。自2016年因为爆发非法走私苦毒、生拖虎的丑闻，互政府强制关起来。庙寺所饲的147只虎，被送去政府所设的动物收容所安置。但是想袂到，伫咧3天后，一半以上86只虎拢染病死亡。อันดับแรกอันดับต้นเนี่ยมีปัญห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พันธุกรรมโดยสภาพตัวสัตว์เองที่มาจากจำนวนต้นพันธุ์ที่น้อย 泰国当局16号开记者会说明，虎庙的成女为着要赚暴利，非法近亲生拖虎，创造成虎天生的基因有缺陷，变异力低，互人送去收容所了后，不幸感染到犬瘟疾病，导致死亡。泰国当局表示，所到来会成立特别小组，尽力照顾所出的61只虎。เราก็จะดูแลให้เต็มที่เรามีการระดมทีม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มีการปรับทุกอย่างในการดูแลนะฮะซึ่งถึงแม้ว่า
不过，东部团体批评好会大量死亡，当局嘛有责任。客温者是一种传染着真强，佫会造成死亡的病毒，煞将好饲伫咧人仔内，而且人仔甲人仔之间离伤密，煞致此病毒真紧摊开。泰国这间好庙多年来对外自称是野生动物保育中心，甲游客收门票费，一张门票只要600泰铢，差不多台票609块，就当饲好和好翕相，一档都为庙时赚差不多1亿7千万台票。一直到2016年，国家第12的调查报道，触破庙时的僧侣苦毒走私的内幕了后，当局决定开扫动的行动。迄当中，佫发现各种好皮好骨，甚至讲大家正被下伫咧馆仔内面冷冻保存的幼崽尸体。庙市的僧侣到即阵拢搁否认这指控，嘛无受到任何刑罚，也是被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有科学家最近伫伊索比亚发现将近380万年前人类头骨的化石哦，用面部的中间来算出伊的面貌啊哦，这个发现嘛有可能会重新来解释咱对人演化的认识。伊索比亚高人类学家海尔夏拉斯伫2016年6月带研究团队伫伊索比亚阿法地区发现号名叫 MRD 的早期人类完整的头壳骨化石。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specimen is 3.8 million years. 这个头壳骨显示，伊大脑到现代人的1/4，是成年的男性。经过面部中间发现已经有活力的下骸，甲剖出来颞面骨，片仔来入去下头较细。结合700万年前的查特湾人，甲45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甲其他人种的特色，和研究人员是惊一条。MRD 向认为是后半境南方高原，发现地点为现代人类祖先 Lucy 出土的地点，到55公里。Lucy 是阿法境南方高原，生活伫320万年前。过去科学家认为，后半境是阿法境的地系祖先。不过新的发现所挑战进前对人类演化认知。MRD shows overlap between Andamensis and Afarensis in the Afar Triangle for about 100,000 years. 科学家表示，600万年前人类上古早的祖先，甲我差不多300万年前的 Lucy， 各一段唔知影过程。发现 MRD 是甲两种形态连起来，对了解人类的演化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雨水多，真侪农作物拢受到影响。出山摩爱台南西港哦，有真侪产地目前阁是空，因为土拢还袂打哦，无法度并土野种。以早伫9月份的时阵，摩仔拢开花咯，即马像影拢无看到，农民实在是真烦恼。台南西港附近的麻园规片空，啥物物件拢也袂种。若是旧年的即马麻已经开花，开甲真水啊！今年雨水伤高，土无干，无法度捧园叶子，农民嘛惊叶子拄好规个起了。农民无奈，干那望唔通阁落雨啊！伊即摆就是讲，你人连捧园要落种的机会都拢无啊，园都无打你人拢袂当种啊。哎呀，可能天公伯啊，可能我知影恁做事就伤辛苦啊，要你休困啊，休困真正爱食土，真正。所以今年是一定有较慢足久啊，啊无种哦，种一定开花开啊足水啊。农民看天食饭，因过7月了后就会开始种麻仔。今年撑到9月拢也未叶子，麻仔惊雨，搁惊寒，来一直撑落，会影响到收成。明年市场麻仔的数量嘛可能会减少。因为阮家己本身有2仓库，因为旧年阮也有丰收，所以阮的若讲今年吸收，阮的存量应该是抑阁无问题啦吼。希望讲农民嘛是当丰收，继续这福马产业当继续搁落去安尼啦。西港种麻仔的面积大约有300-400公顷，是台南种上侪麻仔的所在。目前农会也有库存会当供应市场，农民唔惊做事艰苦，敢若期待好天会当赶紧来种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山医学大学病院，固定时间拢会伫大厅来举办音乐会，各团的成员拢是一寡朋友，伊希望用音乐来互共款破病的朋友甲因的亲人做一寡安慰。优美的音乐声出现伫咧病院的大厅，
演奏者的violin、本品啊，也个弹钢琴，这个乐团的成员拢是由结节硬化症、阿斯伯格症，也个癌症患者所组成。我的小孩是结节性硬化症的病友，那他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会不定时就是会有癫痫的问题，所以他是长期都要吃药来控制。乐团里面他负责的是口风琴的部分，那久了以后，他也觉得说好像参与了，他有参与感，然后会得到一些成就感这样子。音乐它有节奏，有乐谱，那还要动手，还要动眼睛。那你手眼协调的时候，对患者其实是最好的。透过演奏音乐，照顾者唔但有休喘的机会，也让患者接受无同的刺激，暂时袂激起身躯的痛痛。家长通常不放心这个小朋友走出去外面。那不管是在人际关系或者是就学就医方面，其实造成很大的幅度不便。所以其实用这个方式哈，其实组成一个乐团，其实对他们来讲哈，其实会让这些小朋友有目标。艺客生活家庭协会逐年拢会替患者举办学音乐的课程，以各种艺术活动服务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希望透过音乐练习甲人互动，也希望更较侪人听到因的演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阵真爱讲故事的阿公阿嬷，因世界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这阵平均60岁老大人用行动来证明，老人唔是只会当接受别人的服务，因嘛是有能力会使发挥因的价值。什么名字？什么书名？你好。一阵囡仔真认真听故事阿公讲故事阿公哪讲哪学，和囡仔轻松开讲。跟着小朋友的互动，自己也变得成为一个更年轻、快乐的小朋友一样让心灵哇，觉得好好这样的一个感觉。爷爷奶奶说故事这个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再说我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样对我，没有，我是反而提升了我自己的价值。我老了没有错，可是我还是非常拥有价值的人。屏东基督教病院表示，因为有便利商店业者的支持，今年7月办讲故事阿公阿嬷工作坊，培养28名长辈，正则是为本的导读员。长辈伫咧练习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得到成就感，卖当学到和孙仔辈交流的方式。我们透过专人的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说故事的能手。那我想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去到不同的环境，跟小朋友、跟他们孙子辈的一起来做一些说故事的机会。这老大人平均超过60岁，因为头开始学讲故、表演、陪囡仔佚佗的功夫，让伊有信心徛到台前，拍破一般人对老岁仔的印象。伊毋是单方面需要到3工，伊嘛会使出来服务。这阿公阿嬷会继续到便利商店，也是病院的囡仔病房，甲精彩故事讲互更较侪囡仔听。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的所在是真侪创作者的灵感幕，也毋过南投信义乡布农族的长老所发现讲，有人做出来布农族传统的假图样，甲布农族是完全无关系，而且这种无了解因的文化用唔着度的情形，嘛定定发生。南投信义乡罗纳部落的耆老，摕着去互解过布嫩的假，讲这3点悬去互添真侪甲布嫩文化无关系的花草，伊表示真烦恼。当然很担心了，因为我们布嫩衣服不是花花绿绿的，我们只有一种颜色那样，很单纯的颜色。可能就是为了要好看嘛，创新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原住民的服装一针一线，拢是祖先留落来的智慧。传统的布嫩族群服装，就是以白色甲黑色为主。那查甫人穿的传统的假，迄花草大部分拢是以八步蛇的图案为主，会看到真侪车高行。族人惊讲，真正去红解过的假，若是传出去，恐惊会互后一代对文化产生错误的认知。我希望在做制作衣服的过程。你要分开来去做，如果是传统的，你就要强调它是传统的服装；如果是改良的，你就要强调它是改良的，不能混在一起，要不然真的是会影响我们后代对我们这样传统服饰的一个认知了。
每一个出现伫咧族群服装顶面的花草，拢有伊特殊的意义，包括年历、祭典、过年、过节等等的宗教信仰甲文化，要抓紧伫咧传统的精神，搁再发挥新的创意，为互作品真做是美丽的错误，是每一个设计者拢需要思考的。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为着要互家人火车头附近的土地会当好好运用哦，打算要甲地下4000外平的土地甲市政府土地做伙来招商，嘛会使希望会使带动火车头附近的商机。基隆火车站南边的空地啊，是代替车站地下化后留落来空间，有部分作为停车场，离周边是基隆市政府用地。未来代替甲基隆市政府要共同为外招商，规划起有商场上班的复合式停车场，也规划伫西边估计增加10道直通停车场，外来游客都免入去市区搭车。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停车的它的扮演的角色，有点像拦截圈的角色。台北的人来这边的话，他不用经过旧市区，他从西岸高架就直接进到这个停车场。好，停了以后，他从这个我们这边是中二路这边，就直接走到庙口。基隆市政府表示，希望交通方便后，吸引更较侪上班游客来基隆。最近3年，基隆景点游客106年有356万外人，107年小可下降有343万外人，今年顶半年接近200万人。而因为邮轮游客继续成长，市府也希望进行港区周边门户改造，留住更较侪游客。以前它是礼拜3都有哪有外地人嘛，现在都没有。多打一些广告啊，帮忙做宣传。业者讲，以夜市为例，游轮客也是无济，希望市府多加强国际行销。对此，基隆市政府表示，会继续优化景点，进行已经确定投资3亿，打造立体电梯串联主坡段加中正公园。未来5万规划出针对国际旅客基隆在地游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台中市政府大概将青泉宫的开发案撤回，后来虽然有报警重新上新招哦，也毋过一拖就半年外，嘛引起现任交通部长兼台中市长林佳龙的不满。台中青泉宫国际机场最近变作中央甲地方互相抢声的话题，上主要是交通部长林佳龙2届伫人面前发言，指出台中市政府今年3月份撤回青泉宫门户计划，进度前半年。3月的时候有撤回在内政部审查的清泉岗门户计划，那我们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持续进行，所以后来也在送出。我们很清楚因为那个程序他们现在并没有完成。林佳龙指出，交通部会伫2035年进前投入去上无250亿预算，互台中国际机场升级。毋过台中市政府对机场4个位的开发那就停落来。对这个代志，台中市都发局回击，进前的计划欠有路规划，新提出来方案，针对整体区域发展，扩大门户计划的范围。航站还有新航厦跑道这个部分都是只有一个配置的位置，它并没有一个 master plan。就是主要计划，我们不影响期程，在小组的部分还是续审。那在中短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做一个规划跟补充的资料。台中市都发局局长表示，前任市长林佳龙任内门户计划，敢若针对真细面积，新的方案扩大物流、产业还有交通的连接，嘛加入去机场运量的模拟计算。毋过地方面顶的民众，这半年以来拢无收到台中市政府的沟通说明，嘛怀疑讲规个计划敢是已经停落来啊。当然烦恼啊！你要安怎话路要安留，互民众知啊！当然愈紧愈好，对地方发展才会进步啊。地方的人反映，无论是林佳龙前市长的版本，还是现任市长罗秀燕的版本，拢希望讲会当好好保证因的基大正义，嘛毋望透过青泉宫门户计划，互地方兴起来，创造出有特色的产业专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流浪猫仔狗仔，以早拢收伫环保局的资源回收场。虽然是动物，也毋过伊嘛是爱有舒适的环境。最近嘛重新起一个动保教育园区，咱嘛做回来了解。
等人领养的狗仔，互人关伫咧下一间的空间内面。嘉义市这个铁皮厝坎挂的动物收容中心，伫咧高温湿热、卫生条件无好的环境之下，收容41只动物。17启用的动保教育园区，毋但改善这个问题，更加是分家南头一座结合教育功能的收容中心。整个就是很干净，那整个区域其实它都有区分开来。对，像如果想要领猫狗的部分呢，他来看的话，其实会就是分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看这些狗狗哈，就需要一个家，真的。对。这个新起的动保教育园区，除了收容认养的服务之外，佮提供动物防疫相关的措施。未来嘛，导入教育功能，配合学校进行动物保护教学，改变过去无人想要和收容所做厝边无好的形象。其实现在的动物收容所已经不是以前像就是狗舍啦、鸡舍的这种邻避设施了。那以这样子干净、明亮跟以教育为主轴的园区出来之后，让渔嘉南地区的老师都愿意带着学生来这边做生命教育。新成立的动保教育园区当中，未来会有兽医师和志工驻点提供服务，会当提升动物收容的品质和护理。教育园区的启用，毋但落实流浪动物的源头管理，嘛互动物保护的生命教育观念向下调进。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有4位少年人组成的涂鸦艺术团队，因一位哦，到20多年，咱做回来看，因是安怎为这种艺术来打拼。做饼或者是人讲的喷漆，这个功夫，伫咧过去是无人通好请教的。正介意做饼的帮中员，外号叫做糖啊，伊甲朋友一路研究，甚至到国外找资料，因为坚持才有即摆的成就。所以讲，迄阵了解讲喷漆，也是伫画伫路林，互人会当安尼骑车过，会当看到，伫路边办画展的感觉嘛。所以讲涂鸦这点吸引到我这样子啊。喷漆这种物件，佫是安尼，比如讲我即摆练甲安尼啊，但是你叫我10条线100条线吼，拢教我艺术吼，无差不多我敢若有90条会当教我艺术啊。算20档啊嘛是共款，因为伊迄变数伤济啊，喷漆的物件。伫咧喷漆的作品，还未去互真侪人了解或者是看到的阶段，好佳在有厝内底的人甲支持、甲听，互即阵正介意做饼的少年人有法度自由创作，展开无共款的人生。迄帮人饼，迄阵迄是路尾，我真使，捌去用掠过3届，后来看伊讲渐渐摸出一条路出来吼，我想讲阿妈这嘛是一条路啦。台湾人咧讲，买嘛是无赚，行行出状元啦。就算讲日头请爷爷，透中昼嘛着爱画，甚至连喷漆的工具也着爱家己做，有影真无简单。我感觉这个部分有影响到这个社会民众对涂鸦这个物件的美感的迄个变化的观感。因为你若无合法涂鸦区，大部分看的拢是一种较不完整的啦，就看袂到涂鸦内底比较细腻的物件。我感觉安尼嘛真正面真好啦，我也感觉与有容颜袂歹。这群少年人吼是台南之光，嘛是咱台湾之光。因为有少年时的青春梦，大汉了后，只要用手头一罐菜，就会使自由发挥创意，甚至用安尼方式回馈社会，也互人有机会以无同的角度来欣赏喷漆做饼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北投举办的乐琴民谣节哦，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活动会举行半个月，为9月中留嚟到9月底哦，规个北投拢会是乐琴的音乐声，那么做伙来欣赏。音乐创作人陈明忠用一支乐琴、2条弦仔，造出万千的世界，和大咖的观众互动，为今年的乐琴民谣节起鼓。今年乐琴民谣节扩大举办，半个外国的活动、乡村民谣、宜兰歌，甚至是乌克兰外舞蹈陆续登场。台湾的念歌国宝杨秀卿、创作人林生祥等等，嘛来到北投1年1度的乐琴民谣节，用因上精彩的表演，看到乐琴伫台湾的发展。我就觉得就听起来蛮不错啊，因为它就只有2根弦在那边嘛，可是却可以变出那么多不同的音色，我觉得很厉害。手的弹法、镜头甲思考的甲语言的逻辑拢无共，所以你一定爱来唱民谣、弹乐琴，你会慢慢再入去
家己的土地。月琴较早嘛有人讲是去食琴，歌谣内底保存真济上基层人民的心声。发起人陈明章讲，伊当年上基台就是民谣节简单随意心花开的音乐会，2个舞台30组的表演者，提供台湾各地介意乐琴的人一个交流的平台。家己是感觉讲弹乐琴的时阵，就敢若有风咧吹迄种感觉，台湾的风咧吹。就是这是咧弹钢琴还是其他的乐器，拢无的感觉。逐年民谣节拢会揀一種台灣本土的花來做視覺主題。今年的是豬母奶，大家做花彈樂琴，心花開的氣氛，就親像是豬母奶的花蕊同款，滴滴淚啊，真古錐，生命力強，代代生傳。記者尤怡珍台北報道。目前世界上血收上悬的人是一位活到122岁法国女士女性卡尔蒙。去年有人讲哦，伊本人可能早就死了，怀疑伊的查囝是为了无要落医生税，所以用伊妈妈的身份继续活落去。也毋过最近哦又个病案，那么做回来了解。法国富人人卡尔蒙伫1997年以122岁又过164天灯会收过往。是目前全世界经过认证上长血寿的纪录保持人。不过去年有2个俄罗斯学者提出对卡尔蒙年岁质疑，对卡尔蒙的传记、相片、访谈甲相关公开记录，发现伊的外表、身高甚至目睭的色水拢甲后来无同。因讲卡尔蒙的查某囝伊方为了闪遗产税，伫卡尔蒙死了后，继用伊的身份活落去，才有122岁长血寿。认为卡尔蒙1934年就已经死去，伊方死的时阵应该是99岁。Ф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ее погодки находятся, есл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только с поддержкой. Они все глубоко дементные вот в этом возрасте, да, то есть признаки когнитивных нарушений, да. У нее этого нету, у нее нету старческой маски на лице, типа маски Гиппократа, подобной, когда лицо напоминает лицо умирающего. 这件敢若年岁是假事件，这礼拜又有新的发展。迄当时北国拜访问卡尔蒙，针对伊本人伫科学期刊发表研究的2个法国学者，联合另外2个专家写文表示，伫重新检视卡尔蒙的官方文件，甲比对新找到事情了后，无发现有偷走税，或者是卡尔蒙身份向偷用的代志。甲俄罗斯学者讲的完全无同，因为数学模型推算结果嘛显示，活到卡尔蒙这款岁数毋是无可能。Alors, à l'aide des simulations successives que nous avons réalisées, nous atteignons une probabilité de 1 sur 10 millions de centenaires qui peut atteindre ou dépasser l'âge de Jeanne Calment, c'est-à-dire un âge compris entre 122 et 123 ans. 卡尔蒙死了后，伊遗体并无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卡尔蒙年岁毋是假研究团队，嘛表示，因为为着证明卡尔蒙真正年岁，支持任何要求挖出遗体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宠物的血收是比咱人低真济哦，所以有一寡人毋敢饲宠物，惊有一天必须爱分开。也毋过现在伫一寡国家哦，复制宠物已经合法，虽然阁有一寡伦理甲其他问题的争议，也毋过对主人来讲哦，这嘛是一种袂歹的方法。拄出世较无2个月，因个地母鸟汕头，甲伊的大姨妈妈斗阵佚佗有够古锥。毋过，这只看起来正常的鸟，则是无遮尔简单。伊是中国第一只用科技生落来复制鸟。伫主人眼中，这只鸟甲今年因为破病过往的汕头第一代，外表有超过90%相同。毋过小可无同，比起宠物又搁更来感动，对伊来讲是完全袂去计较。是以激动为主吧，也感到了一种难以诉说的情绪啊。毕竟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又能见到大蒜，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这种感觉。复制蒜头费用要25万人民币，差不多新台币112万。毋过有真侪主人愿意摕钱去复制公司，互因的狗甲猫下当搁换转来。这间伫北京的新奇公司讲，伫汕头之前已经成功完成40件复制狗的案例。因的客户以少年人为主，真侪人嘛毋是高收入的人，毋过也是开大钱，更希望因的狗甲猫会当陪伴伫身躯边。我们认为，在几年内，中国的市场可能有几个亿的针对于宠物克隆或者相关产业的一些这个市场有这么大一个规模。我们因为除了做
这个克隆之外，我们也会做细胞保存，也做基因检测相关的这一系列的。除了中国，目前伫美国甲南韩买当合法合制宠物，毋过伫偌济国家目前也未合法，主要是因为生物伦理的争议。真济国家嘛烦恼，若是讲合法了后，民众就会去领养流浪动物，结果会造成宠物的数量一直增加，产生其他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受到东北风影响，桃园以北个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外嘛是热人的天气哦。过到了会落局部的短暂雷公雨，观众朋友要出门的时阵，爱记得带雨伞。咱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